咱真欢喜哦！咱今仔日邀请到咱萧清牧师呢，嘛是咱全民台语圣经协会咱头一届咱创会即个理事长伊等下呢会来甲咱详解讲即个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圣经一寡简单一寡发展的情形咱伊的演讲选呢，咱今仔日嘛是拄好咱即个 Forum One 就是第一个论坛呢，嘛是要针对即个全面台语圣经的即个新册发表，还有咱即个纪念咱的即个台乐会的即个开基组就是即个陈基业牧师的一个新册嘛是要做伙来发表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嘛真多谢咱萧理事长萧牧师呢专工呢为美国呢坐真久长，坐一工的飞机等来到咱台湾。甲咱做即场的即个专题演讲，而且呢，伊佫是伫遐本来有真要紧的代志，一条甲煞掉，为着咱即个研讨会所以咱即摆是毋是呼啊声，甲欢迎一下，感谢一下，今仔日我所爱讲的题目就是关于即个，简单来讲起咱台湾白话字甲迄个白话字的圣经的即个。发展的过程，简单的说明用罗马字母来拼音写当地言语是有真久的这个历史伫西方，咱也知影，虽然遐济国家、遐济话，拢是用罗马字母来写。去到东欧受苏联影响。真侪遐话用希腊语来写，我甲读起来抑阁是迄个做因本地话。来说迄个，伫咱台湾来讲，即个荷兰人伊真早来到台湾要甲伫台湾做生意所以。因有利用这个罗马字母来拼音。其实西班牙人游玩也有到东方来这个做生意因有游玩有利用罗马字母像是菲律宾因就用罗马字母来讲起菲律宾当地话荷兰的规正教会有派宣教师派宣教师以前就是在荷兰人到台湾的时阵因为着要甲当时伫台南附近的这咱来讲族群做生意，所以就利用罗马字母来写遐迄个做当地的这个话。这个宣教师利用这个机会，因原来是做这个生意人，因呢，咱来讲的，咱像牧师、随团的牧师 chaplain， 后来伊也想讲，这是因对当地传教的机会，这是迄个17世纪的代志。因有发明这个字，毋是发明这个字，用这个字来写这个话，写了除了这个话以外，因这个当地人学，用这做商业互相要安怎讲沟通的文字。毋过咱现在所咧用的台湾话白话字较毋是对遮直接安尼传落来，咱的即个台湾白话字是也有一个传统。当即个迄个中国的明朝元年是清朝初年中国不准即个无甲不准外国人来迄个所在传教是做生意。毋过有真济
所谓咱今日称作花桥啊，因有移徙到伫南洋的所在，特别东南亚、甲东南亚的所在，这个热心会要爱对中国传道的人，想讲这是因真好的机会，通甲这个华侨啊接触，对因来学。伫当时伫中国各地的言语啊，当时上介济的人啊，拢是讲厦门话，还是闽南话，甲厦门有关系的这个言语，所以因所咧学到的，就是这个厦门话、台湾话的真心的这个话。迄中间有几个足要紧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Walter Matters。麦克斯啊，这个人啊，伊是啊英国伦敦会派伊第一代先麦多斯这个迄个大先是迄个，这年我写无着，就是1816年派到这个马拉卡的所在，后来伊伫1847年专派来到这个厦门，马拉卡的所在有真济，安尼讲厦门话，是甲厦门话有关系，华侨伫遐，所以因有捌一寡这个话，伊派来到厦门了后，伊真努力，佮继续学厦门话，所以1852年又。写一本册叫做《长话翻字初学》，这是伊所写的这个册，伊迄落讲当时咱今仔讲是中国话啊，伊是当时叫做长话啦，长南话的迄落，互以后真侪宣教师来安尼学习的版本，伫1885年。又出版一本厦门话的这个字典，也是以后的人所咧用来做版本的。个后来这是对迄个做这是英国伦敦会，当然也佫有派其他的宣教师。有一个叫做马里逊，这马里逊是头一个到中国的这个本土的，毋过伊到伊的时阵，伊袂当传道，伊是对这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人，所以伊全做因的通译，毋过伊无袂去即讲，伊是一个宣教师，所以又真拍拼安尼翻译圣经通互安尼当时伊接触的人通来读，这就是即个过程是安尼。过来伫咱即个厦门话即个传统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人，这是对美国归正教会派来。住在厦门的一个宣教师，这个叫做 Thomas 大马字，伊的名，这是我即摆咧大纽约市的出身的，这个大马字，伊到位的时足拍拼，伊迄个做努力，头拄讲我说咧讲。长话翻字的初学，当时若毋是迄个讲长话的人，这拢叫做做翻啦，所以讲这个英语叫做翻话啦，毋是咧讲歹意思，就是讲毋是汉字安尼，伊这个做大马字，头拄我讲毋对，是大马字又写一本1852年写一本这个课本。以后的人安尼用，这个
美国即个荷兰系规正教会，安尼对海外真努力伊要邀一个这个宣教师，名叫做罗底，这是伊的汉名伊原来是大先派去巴代利就是即摆接口的，当然伫遐的即个做汉人遐移民，拢是大部分讲福建话，所以伫遐后来又受改派来到即个做厦门，对马加比就派去母鸟，婆罗洲啦，即个汉名叫婆罗，对遐转来即个做厦门，因为伊是一个言语学者，所以伊安尼想讲，伫用什么款的方法，通表达出即个即个要安怎样来讲即个厦门话，所以伊用即个罗马字母拼音的顶面有注音，咱今仔日的调和，撇来撇去迄款的调和伊安尼改进互伊是做一种的标准型的，咱大概今仔日咧用的，伊就开始咧用，咱即个调和的即个贡献，即个罗底，这是美国的规正教会，荷兰的规正教会，过来对即个做英国伊有原来派宣教师要来台湾传道理因为即个英国真济即个英国的长老会的人，拢是对苏克兰来有一个人名叫做Costello Douglas， 咱改伊的名叫做杜家杰。杜家杰伊到位的时阵，伊伫迄个厦门相当的时间真努力，即个伊的努力去收集当时所有的像即个白图书顶遮个人所留的遮个资源资料，伊就甲伊编一本的即个字典。伊的用迄个字典的迄个名叫做即个做叫做迄个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毋过若真足家己读毋是迄个做 Chinese， 正统的 Chinese 是厦门话啦。若要讲起来，就是厦门话言语字典。我个人有即本的字典安尼。伊伫迄头绪内面讲真明，伊讲伊所收集的，即个条项拢总有23000个条项。伫这23000个条项的中间，伊讲会当找到汉字来甲伊对迄个相对等的汉字，只有15000。伊所根据的汉字的字典，就是当时上解有权威性，叫做康熙字典。所以23000字、23000句的台湾话，只有迄厦门话只有15000个会当用汉字来写。所以伊的主张，伊所接触到的人，讲咧讲厦门话，遮个人毋是粗夫俗子，若正无读册的人，包括遐个安尼真有学问的迄个人，有愿咧用的。所以伊的结论就是讲，厦门话是一个实在言语，毋是人的腔口若正。这是真了不紧的一项。搁对迄要来台湾传道的人，就先去厦门。当时台湾的汉人大部分拢是对闽南
厦门一带遐来，所以这就是一项真要紧的话。今仔日真侪人讲咱伫台湾咧用的即个台湾话吼，毋是话啦，其实伫迄个时阵就已经甲咱断定讲是，因为真侪咱台湾话吼无汉字的，这实在是有所以我想讲吼，咱毋通安尼放弃咱的即款的尊严，好，才刷落去。头一个来到台湾传道理的，即个英国的宣教师，是叫做马雅各，伊本身是一个医生，是苏克兰人，伊毋是迄落做牧师，毋过伊真拍拼伊学当时的厦门话，伊先去厦门学即个厦门话了，才来到台湾。这是因为当时的一项目的，就是要爱对即个即个住伫平地的即个对中国来的即个移民来传道，所以这是一个马雅各医生。伊若是安尼，若真有足拍拼，将即个迄个做即个基督教的圣经甲伊翻译，又完成伊的即个做新约圣经的即个翻译，甲一寡安尼基本的基督教的道理的册即个马雅各医生，伊真安尼真努力。咱今仔日所咧看即台台湾的头一台的即个印刷机是伊送的，毋过送了实在咧用的，开始学要安怎用的，是过来即个巴克利牧师，即个巴克利伊原来是苏克兰人，总是英国教会派伊来。伊教会时原来真拍拼，用即个罗马字来学台湾话安尼。伊一项足大的即个贡献，就是出版即个府城教会报，是台湾的头一个咱会讲的报纸。当然，我都通逐日出，伊的即个刊物就是府城教会报，是利用马医生所送迄台机器，就是伊本身就等于英国安尼马牧师学要安怎刻字啦，转来教台湾人刻字，通排版，这是伊的。咱今仔日台湾通用的白话字的圣经，就是这个巴牧师伫1933年改订出版的册，总是大部分是根据这个叫做厦门话，较毋是台湾话。咱知影咱台湾的历史的变迁，除了有汉人住伫遮以外，还有其他，搁有日本人捌伫台湾，拢总有50年久。1895年，所以真侪台湾话已经参照日本话，伫即个台湾话起来。搁咱台湾话原来有，听讲原来有真侪即个做荷兰话，安尼含伫迄个内面。这是咱台湾话一个足大的特色。毋过用罗马字来推广台湾话贡献者，就通讲就是伊甲即个做马医生两个来开始。搁迄个做实际上研究拢咧改变。有一项当时开始咧用的即个罗马字，
迄个主音的中间有两字，一个是 C， 咱英语叫 CH 字，个一字是 TS， 伫原始的这个英文话，这是有分别。毋过今仔日无法已经发展到咱今仔日无法度甲伊分别。我会记细汉的时开始咧学罗马字、读圣经的时阵迄 RBGC 上老尾，迄叫做杂，就是 TS 啦。今仔日 TS 除了教育部咧用的，以外咱无咧用啦。咱计干那用 CH， 这是其中的一项。还佫一项，亲像讲迄个母音，咱我若分无啥会清楚，就是原来英文话有一个迄个叫做的音，一调、两调、三调，袂去调，迄另外一项啦，的音。即马的音出来拢变做A 啦。咱用迄个罗马字母的 A 的音这个，亲像即款的这个改变。第一大生这个杜家德牧师伊的这个台湾话，还是讲夏英字典、英文话字典，到后来来台湾宣教师做宣教师的是叫甘威林。伊编的这个做迄个字典，伫这两个字，这两本的迄个字典是中间 TS， 甲这个做CH， 这拢已经要久，迄个做要久有分，分做两个无共的所在。毋过咱迄个做若圣经咧，较早出版的拢总有分。圣诗咧，当时大家咧用的圣诗，原来有分 TS 甲 CH 有分。我所有的这个圣诗有缘有迄个有分的，到后来已经无法度通分。佫亲像即个音调，咱即马大家咧用的第二音到第六音煞完全共款。其实咱若有人去录讲，若去厦门是泉州遐你听会出第二音到第六音无啥物共款，无共款。亲像讲，你要去倒了，迄个，若咱即马伫台湾咧飘音，要去倒位，迄个倒拢第二调。你若听即个鹿港腔迄就无共款啦，所以，毋过普遍来讲，咱已经有即款的无共款的所在。我演讲的专文有放伫即个顶面，放伫即个咱的手册顶面，英语版的，迄个汉语版的咱会当家己介绍。我迄个做迄个有几位遮个有心保全即个台湾话甲即个圣经的人，想讲，因为圣经迄个1933年出的，拢是用迄个做英文话做中心，所以有真侪话今仔日人听无啦，字椎亲像即款的，迄个做迄个调外啦，咱即马已经无咧用，所以想讲咱就爱用咱今仔日大家有咧用的话，来甲伊。将这个做翻译的这个1933年的这个圣经会当改做咱大家今仔日通用，叫做我改个名叫做全名
迄个圣经在台语，哦，全面台语圣经。还有佫一个问题就是有正式的即个现代台语的译本，总是伊的语法像语法是拢照中国话的语法，动迄个叫做英语叫做即个 syntax， 哦，迄个用词，迄个顺序是照中国话的方式。咱是要避免这照咱台湾所咧用的即个语词，语词毋是干那词，个词也要甲合安尼。这就是咱努力的一个结果，叫做全面台语圣经安尼。咱伫即个新的时代，真期待讲咱无放弃咱台湾话，会当互台湾话伫即个新的世界内面。亲像咱今仔日叫做 mosaic 的内面，咱若无迄个线吼，迄个 mosaic 减是色去，袂当遐尼水，会当互咱台湾话伫迄个中间咧一色，无论偌大地拢袂要紧，只要一色，互即个咱所住的世间会当搁较水，这是阮共同的一个努力，我讲到。大会呢有即个感谢的，感谢证要送互咱肖牧师做纪念是毋是咱拍声，搁甲感谢？多谢来。